AI 話你借唔到錢，但又唔講點解，你接唔接受到先？好多深度學習模型就好似一個黑盒，俾到答案，但係冇人知點解。如果係推薦電影，估錯咗都算啦，冇咩大不了。但如果係睇醫生、打官司或者借錢，我哋就一定要知原因，所以就出現咗可解釋 AI。簡稱 XAI，目的就係打開呢個黑盒。第一種常見方法叫 LIME，佢會針對單一結果解釋點解會咁判斷。第二種係 SHAP，佢會計翻每個特指對結果有幾大貢獻。第三種咧係注意力視覺化，即係睇下 AI 望住張相邊度嚟做決定。其實歐盟嘅 AI 法案已經要求高風險 AI 系統一定要有得解釋。不過呢度有個兩難，最勁嘅模型通常都係最難解釋嘅，相反，容易解釋嘅模型能力又未必夠強。點樣可以做到又叻又清楚，就係未來 AI 研究嘅大挑戰啦。